好，今仔日是12月初7，欢迎收看公司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节目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气象局针对苗栗县以北等5个县市发布低温警报，部分地区气温可能无到10度。台北载运公司按算调整票价，单过年过，电子票证拍8折优待改做现金回馈。国民党立委陈怡民昨去外交部抗议杀穿便服的女警，警政署决定要发办。入冬的头一波大陆冷气团已经来啊！自今仔日开始，就较袂落雨，天气嘛转做大冷。气象局话讲，入暝了后气温就会直直降低，所以针对苗栗县以北这5个县市发布黄色的低温警报，提醒民众沿暗到后礼拜一的透早，可能会有一寡地区出现10度以下低温，请民众就爱穿好较少咧。气温雄雄降低，加上水汽充足，关山拢落雪，吸不少游客来赏雪。不过气象局表示，礼拜六水汽开始减少，转大冷，关山落雪几率降低，而且受到大陆冷气团加辐射冷却效应影响，气温会一直落，降到10度到11度。主要针对的范围是针对苗栗以北以及金门地区，所以在今天夜间、明天清晨以及明天夜间、后天清晨这2个时间，会是在未来7天当中最寒冷的时间点。因为大陆冷气团发挥，气象局也第一摆发布黄色低温警报警示，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甲金门县等5县市，拢可能出现10度以下低温。温度什么时阵会回来？气象局表示，要等初9下礼拜2之时，冷气团减弱，温度才会小可回升。不过11下礼拜3，过一波冷空气入南，到时阵气温会降低。主要就是在11号、12号要留意一下，有下一波的东北季风增强，那可能它是另外一股的冷空气下来，但是因为最近的大陆冷气团实在是比较冷一点哦，所以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增强对大家来讲反而没有特别大的感觉。气象局提醒，未来1礼拜差不多拢是大冷天气，日时虽然有日头，依然是真寒，日夜温差大，一定要注意保暖、穿好少。记者综合报道。政治说分明。国民党立委陈怡民昨呢去外交部抗议，动手杀穿便服的查某警察，警政署是发布声明，讲会照妨害公务这条罪，甲陈怡民发办。陈怡民今仔日就召开记者会，发了冤枉，讲迄当时这个查某警察无表明伊的身份。内政部长徐国勇是回应，相信证据会讲话。为警方提供影片，因看到国民党立委陈其明伫外交门口靠楼梯扫便衣女警，警政署发布声明，会以妨害公务罪嫌将伊函送法办。被杀女警已经到辖区分局提告，不过陈其明发冤枉，强调当时女警并无表明身份。我就走过去，我就问他说：“请问你是哪一个单位？你是不是可以让我看一下你的证件？”我就要请他出示他的证件。但是他拒绝，而且他都没有讲话。一直强调无动手，唔知对方是警察，还佫爱保留总对伊提供录影显示清白。我在第一时间表达歉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说深夜11点，这个保六总队会发这样子的一个污蔑我的一个新闻稿啊！我也不晓得说这位陈姓的女警，她竟然会污蔑我说她有跟我表明身份啊！内政部长徐国勇慰问被杀的女警察表达收听，强调为相关影片因看到警察受委屈，相信证据会讲话。他的确有表明他就是保六的。我想大家看到那个影片，现在网络都在传嘛。那委员说保六，然后哪个单位的保六来这里干什么？意思说你保六来这里干什么？所以事实上从这个影片里面，那就可以证据会说话嘛。被杀女警察无受伤，警方煞要将立委函送法办，引起外界质疑。我当了几十年的律师，我非常清楚，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不以公务员受到伤害为要件。徐国勇讲，为了保卫警察尊严，会依法就办。目前已经进入司法阶段，交由检察官认定，也呼吁外界应该尊重警察执勤加行使公权力。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到屏东参拜庙司，成立竞选总部。那针对国民党立委陈其民昨去外交部抗议，佮送白服女警，甲人无拍掉这站台，蔡英文是呼吁
伊应该就爱出面回唔到。民众小姐要握手，总统蔡英文到屏东落水中义祠，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伊嘛宣布，明年将会扩大庆祝中义祠300天。对国民党立委陈以民落河到外交部抗议，拍掉女警的帽仔一个杀人，蔡英文呼吁应该道歉。 我们对于执行公务的人也要有一定的尊重，尤其是立法委员，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昨天这个行为不当的这些立委能够致歉。蔡英文希望选举期间莫阁有侮辱公务人员的事件发生。另外，陆军退伍的中将罗文山受中国政协委员政治现金风判刑，即摆马上发现当时曾经带中国的政委丢去总统府见马英九的相片。蔡英文表示会因此更加注意反心头。能够公然的进入总统府这件事情，我们确实要是做一个警惕了哈。那不能毫不设防的让具有特殊背景的中国的人员哈，那随意进出总统府。蔡英文强调，目前除了提出反渗透法草案的讨论，希望社会大众以及伫咧公部门接头路的人员，对渗透拢要特别注意。记者王家川、柯建准频道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规工拢伫咧新竹、苗栗，毋但要抢宗教票，嘛和客家乡亲博感情。若针对昨南亚立委去外交部抗议，造成2个立委受伤这件代，韩国瑜是表示谴责暴力，嘛批评外交部伤粗残。一透早6月苗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参加一年一度的联华盛会，抢攻宗教票源，受到支持者的包围。随后，也为选举连任的立委陈超明甲徐志勇加油。讲到前一天南亚立委前往外交部抗议，2名立委受伤，伊谴责暴力，表示上该负责的是外交部长吴钊燮。从昨天外交部所处理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外交部的方式是完完全全粗暴的，而且没有礼貌的，甚至对国会议员是不尊重。也毋过对前一天的过程，立委陈其民对保留女警有下手的动作，韩国瑜无进一步回应。另外，对前一天蔡总统指出上线批评外交官的是南亚立委甲名嘴，韩国瑜强调是对当时的驻地代表加中庭。我觉得蔡英文总统跟民进党必须要讲清楚，国民党从来没有抨击过大阪州的苏处长，这一点务必要澄清，请蔡英文总统要讲清楚。副首长陈建一透早就前往桃园市为当值立委候选人吴志勇徛台，还佫提起棒球代表击退网军的外乌，下昼是来到彰化，走访地方产业甲农业政策。讲到最近杨惠如引起的争议，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环表示，会进一步研究敢是用党纪。张先生认为这是事后补救。我觉得这个再切割也没有用，这种亡羊补牢哈，他前面做了太多坏事了哦，要把前面的这种情境啊，期待他能够修改一下，但是我觉得大概也很难修改了。张先生认为，虽然韩国瑜兼办创意总监潘兴协，也传出甲杨惠如关系真好，也毋过并毋是熟悉都会同齐做歹代志。讲到敢是有被介绍甲南亚接触，张先生表示，杨惠如的歹代志做了伤济，就算什么人介绍拢袂容易。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下晡是参加教育政策的座谈会，结果所有现场的民众要求伊爱替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助选。宋楚瑜就等等问伊讲，韩国瑜敢担会起这个重任，嘛引起现场的民众议论纷纷。教育政策座谈会，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亲身出席，煞想袂到第一个问伊的问题，就是希望宋楚瑜会当帮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拍赢选战。我最喜欢你的一句话就是“成功不会在我”。对。所以我的意思说，今天在这样的家庭之下，你可以帮助楚瑜，可以帮助国瑜吗？他的才干和他的历练，做立法委员当时 OK。他有做过一天行政的职务以前吗？如果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你认为他能够担得起吗？啊，那是你讲的。一句来一句去，现场开始吵，主办方赶紧出面阻挡，加话题有党的教育政策，将近30分钟的座谈，配合郭台铭发出6岁以下国家词。宋楚瑜嘛讲，若是一当选，要推动国民基本教育，为幼地方开始。将来大班、中班、小班这些幼儿的教育纳入到国家长远的义务教育的范围当中啊！我说
他不但要管好自己，要管好家人，要管好部属，大家都笑，认为我只一个人。蔡总统，我也希望你好好管好你的部属吧。我现在是总统候选人，我干嘛去谈他们的事情？谢谢大家。批评国民党嘛，批评民进党要拼总统的宋楚瑜，煞无愿意评论郭台铭甲郭文摕的合作关系。像前国会做亲民党带头的宋楚瑜甲郭台铭、郭文摕之间的关系，互外界看拢无。记者郭灿对这个台北报道。民众党主席郭文摕今仔日去新北市的三重埔，替立委候选人李文威徛台辅选。风声民众党可能会和郭台铭定赢要切，人要伫美国的郭台铭和伊的幕僚。对郭郭合作可能会起变化，煞有无共款的解读。那郭文摕是强调讲，通合作的部分就合作。有着党籍立委选将李敏慧的手法口号，民众党主席郭文摕拜六到新北市三重埔帮忙辅选。风声民众党高层认为，甲郭台铭的关系不再强求，可能会顺其自然，哪行哪远。郭文摕再次表示，会当合作的部分就合作。还佫讲，台湾社会上不欠的就是谣言。这个消息谁放出来的？所以我跟你讲，台湾社会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从来都不缺少谣言。在政治上一定程度的人，你不会讲这种什么。不会讲的话，讲的这么没有智慧的话。因为有关伫美国的郭台铭透过面册化会郭瓜送王，就像国际局势同款合比道理。也毋过郭定也核心幕僚老幼童被捕伫面册讲将高虹安喊回来，蔡正如表态用真心相待，那对方也是感觉无够，一切就随缘，亲像态度无共调。郭文摕信用半千金。郭台铭现在应该去美国嘛？我说不是这样的，有时候老板不在底下会发言会当那个招奸的。其实郭柯两个人都相信有理走遍天下，所以呢，他们两个如果都是属于讲道理、讲数据，并且关心所有全台湾民众的利益的话，我相信这个我会变成是一个他们两个中间很好的一个沟通管道。至于老幼党及民众党是就行政党，却不用其他小党。郭文摕讲无讲不用其他小党存在，也毋过每一个人拢爱拍拼争取上大的利益是真正上的代志。选前花近第三世代合作关系，敢是出现变化，外界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捷运公司按算要调整票价，要伫咧明年过年了后，甲即马配合悠游卡、一卡通即寡电子票证所享受的8折优待，改做现金的回馈。也就是坐愈坐抓，优惠就愈多。感应票扣钱已经拍8折，台北捷运真济年电子票证8折优惠，上紧明年农历年过后调整，该以每张每个月业绩坐次数来拍折。我们新的方案的现金回馈，我们最高会有到30%，就是比现在的20%更高。那我们会采分级的方式来回馈，就是以10次为一个集聚。坐愈坐抓优惠愈多，台北捷运规划一个月坐10摆以上就回馈，每个月通勤40摆以上7、5折，51摆以上7折，比即卖8折更较优惠。也强调无适用1280块的月票甲电子支付，那半年来无坐记录回馈对消息。一般消费者当然都是希望越便宜越好啊。那政府有它的考量，就如果说真的有状况的话，我觉得这一点点小小的消费还是可以的啦。我觉得还不错啊，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那些就是观光客或来一次性那种票证的，然后可以收到那种就是利益，可是其他人就是你继续还有在通勤的话，还是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这样。按照大数据分析提出调整，台北捷运估算一年会用增加3亿收入。不过交通学者指出，回价大众运输精神，台北捷运爱做是互汽机车使用者可能改坐捷运。必须要看看它使用的距离、长度，甚至它的在刷我们悠游卡的时候它的起讫点，然后去做进一步的分析。另外，新北市交通局不满台北捷运直接宣布方案，台北捷运回应。礼拜二有向新北说明，下礼拜一会进一步沟通，争取认同，充分沟通了后才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体育界的大消息，美国台湾队的总教练洪一中，虽然球队摕到7座的总冠军，不过2020年的球季，确定要换起富邦悍将做总教练。富邦悍将的领队就表示，因和安总是拍3档的契约，希望伊会当带球队拍到总冠军。那原本总教练陈连宏和部分的教练就无要搁请。
冷气团内北市10领富邦悍将领队蔡成儒上场投球甲控球，挺新闻杯软式棒球赛。基层甲夹击棒球要投入，这棒的悍将也爱受百发补强调整。在位时，将眼光看向桃园总教练洪一中。过去的资历经验还有带队的这些好的成绩是没话说嘛。乐天买了拉米狗，那或许洪总就搞不好有机会。洪一中毕竟伫桃园踮了12年，富邦认为都等伊甲乐天讲过，才继续接触。顶礼拜5、29号，领队刘介廷提到今年合约甲洪一中见面，洪一中无签字。那我是有点失落啊！我说球季结束的时候，我就有跟领队谈过这个问题啊，他也知道我的需求，结果竟然是这样。事实上，我是还蛮失望的。失落24望，洪一中2号拜就决定加盟富邦，也毋过两江的大转变，都伫迄场3年好作用。其实徐总的38年很高嘛，跟是不肯定。徐总，应该是比较高。因为等春训下去才知道吧，因为里面的训练方式到底怎么样，但是我去肯定是照我的方式去做训练啦。洪一中成家悍将并无，原本的总教练，但係洪甲多数教练无被削弱，未来教练团队蔡成儒将搁甲洪总讨论。中职几年来只有4队，洪一中照你讲家己转队投下正很大，明年4队各拢是薪水上进，应该会当创造更加侪话题，结出无共的花青。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永康宽公路有一间工厂，初7半暝1点外火烧，因为内底是囤真侪熬得火物件，造成火势炭真紧。伫咧3点左右，火嘛已经豆豆控制落来。早起7点外，火就已经拍花，加在是无人受困，也是受伤。对空中看落，大量的火光是业着拢烟冒出，火势是真惊人。台南市永康环江路一间泡面工厂，7号透早1点外是发生火警，因为厂内是放真侪容易烧的物质，火势是一小无法度收煞。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得到线报了后，是派大量的人车前往救援，总共出动42辆的车，89个人去抢救。燃烧面积约100平方公尺哦，然后我们一来马上做及时布线然后成功救出18人总共有7名台湾人工，11名外劳11名外劳人员没有受伤受困根据工厂的员工表示，公司最近有迁厂的计划，有可能是厂内电线木片是真乱，才造成火势无法度收煞。好在在当时是在下班时间，人员是都马上走出来。烧的里面是堆放什么东西啊？泡棉啊，一批的泡棉。那可能刚好是搬东西，有些电线都很乱啊。对啊，搬一些机器、一些东西，电线会比较乱啊。还有我们在永康工分区也部署了20组的微型感测器。那直到清晨6点，消防队灭火之后，我们在观测这些仪器，整个地状物的物质已经恢复正常。台南环保局嘛派人到现场监测空气品质，好在是无偌碍。但是因为火势是真凶，规个工厂全部去用烧气，是无延烧到其他邻近的工厂，业者初步估算损失500万块。详细的起火原因，就要进一步厘清。记者郑混蛋报道。高屏溪口伫咧800风灾过了后，因为积塌成做大片的沙坡，嘛写真侪国际上强要长种的鸟仔乌面腊飞来遮过冬，数量嘛有成长的款。尤其这波冷空气落南，这2日伫咧高屏溪口的数量比去年是加1倍。当地保育团体嘛认为，未来2礼拜有机会可以增加。民众翕到一只乌面腊飞，就徛伫高屏溪口的河道整理伊的毛。高屏溪过去真少看到乌面腊飞，这2天不止用真经看到。高屏溪口沙坡顶悬，也有一大阵，以前是毋捌看过这么多。数量一口气来到这样50只。那今年在这个时间，12月这个时候是渡冬期，渡冬期以往的记录最多大概只有到30只而已。当地乌面腊飞数量已经是去年2倍，保育团体认为是受冷空气落南影响，未来2礼拜有机会继续增加。而且高屏溪口因为800风灾断山，这几年渔船真歹一摆，搁较适合渡鸟来遮，其他的渡鸟也增加。希望未来继续维持同款的高雄家庭甲用安湿地有乌面腊飞，啊毋过有民众记录到乌面腊飞被电线电卡或者是被狗咬死。人类在这个2个地方活动很久了，可能会有这些东西。那这里是怎么走到那个水里面去勾到的，也真的是很巧合。
针对湿地废弃物保育团体表示，捌清过真侪摆，会继续推动维护。毋过对流浪狗的问题，建议公部门进行收容。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联合国第25届气候会议当咧西班牙的马德里举行。当地自初六暗开始，包括瑞典的少女桑伯格和来自全球的环保人士，拢伫咧街头示威，呼吁各国的头人都爱采取因应暖化的对策。今日游行队伍内底，瑞典少女桑伯格摕着标语来讲话。第25届国际气候会议2号开始，连续12日天伫西班牙马德里召开。伫会场外口有数千名为全球来的环保人士，包括瑞典少女桑伯格伫当地6号家己上街路示威，要求各国的领袖采取因应暖化的对策。The hope is not within the walls of the COP25. The hope is out here with you. The current world leaders are betraying us, and we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anymore. We say enough now, and change is coming,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前一天，美国各地嘛有民众组织抗议，响应西班牙的示威活动。纽约有4000名学生、家长、甲环保人士参加全球气候罢课抗议活动。加州有民众甲有名的投资公司爬来的去抗议。To protest BlackRock, which is a major investor in fossil fuels, we want them to stop and invest in our clean energy future before we destroy the planet. 第民众要求严格制定环保政策的时阵，美国总统川普煞伫这时阵宣布要放宽省水的政策。伊认为政策予水流伤细，到无法度甲手洗身去。另外，川普阁破完新电的 LED 电火珠啊，互伊的皮肤看起来是感觉色的，嘛拍算要放宽对电火珠的限制，互消费者会当买任何想要买的电火珠啊。记者连上报道。继续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当地时间初六。发生伫咧佛罗里达军用基地，有一个受训的沙烏地阿拉伯中尉学员向开枪攻击其他的人，凶手嘛已经互警方断示。目前至少有4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海军基地外口，警车、救护车来去，送受伤的人去病院。美国当地6号，一名伫佛州彭萨克拉海军航空基地受训练的沙烏地阿拉伯学生向开枪攻击其他的人，造成真侪人死伤。了凶手嘛，互警察枪击死亡。The fact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hat we have unfortunately now 4 dead, 8 injured. What type of weapon? It was a handgun. 凶手是要训练飞行的学生，是伫基地内底受训的数百名外籍学生之一。美国发生了后，沙国国王打电话给川普，批评凶手，嘛对死亡甲受伤的人甲家属表达慰问。The king said that the Saudi people are greatly angered by the barbaric actions of the shooter, and that this person in no way, shape, or form represents the feelings of the Saudi people who love the American people so much. 基地网站介绍，这个基地请了16000多名军事人员，甲7400名行政人员，是海军历史上久、上特别的基地之一。因为过去911事故，19名涉案的凶手内底，都几来个同款国家的凶手嘛，伫这个基地训练过，所以事发了后，有人认为这是恐怖攻击，也毋过专家认为，要当作是恐怖攻击，也更受过早。Let's not assume. That because he was a Saudi national in their Air Force and he murdered our people, that he's a terrorist. He's a murderer. We know that, but that's all we know right now. 这嘛是美国当地一礼拜内底发生的第2届军事夜空的枪击案件。事发了后，彭萨拉克海军基地嘛紧急疏散所有学生。目前已经知影凶手是沙国的一名中尉，若是犯案的原因，搁会调查。记者连上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听你定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12度到19度，中部地区12度到23度，南部地区13度到24度。东部地区12度到21度，离岛地区10度到19度，
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